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HKTWC 嘅天氣及風暴速報，我係 Casper。西南季候風即將會變得活躍，象徵住香港嘅雨季正式踏入高潮。近日不斷有媒體討論打風嘅消息，而最近電腦模型又對最新嘅低壓活動情況作出咗新嘅預測。我哋今日會同大家講解下香港本週後期嘅天氣概況，同埋分析下最新嘅低壓活動發展。我哋即刻開始啦！根據歐洲電腦嘅熱帶氣旋概率預報，現時位於南海中部嘅熱帶擾動 91W 有機會喺未來幾日進一步發展。現時佢發展嘅機率係60%。從衛星雲圖可見，佢嘅結構仍然係非常鬆散，風速只有30公里每小時，氣壓係1009 HPA。雖然而家南海嘅海水溫度普遍有29度以上，垂直風切都比較低，係適合熱帶氣旋嘅發展。但係由於南海嘅潛熱唔算高，未能提供充足嘅水氣俾呢個熱帶擾動，所以佢顯著增強嘅機率比較細。呢個系統喺短時間內的確可能會稍為增強，但係由於本週嘅中後期，東北季候風可能會同西南氣流匯聚，形成一個低壓槽，所以91W 到時可能會拼入低壓槽嗰度，單一嘅閉合環流亦都會消散。但係根據過往嘅經驗，低壓槽係有機會重新增強為季風低壓或者熱帶氣旋，但係暫時佢嘅機率仍然係比較細，需要進一步嘅觀察。跟住再睇下電腦集成預報，歐洲電腦嘅模式預料91W 會先向西移動，喺越南附近嘅海域轉向北至東北，隨後再由西至東逐漸拼入低壓槽。現時支持系統發展嘅模型大概只有一半，強度亦都維持住熱帶風暴級別或以下，因此佢威脅到香港嘅機會唔係好大嘅。另外，副熱帶高壓脊仍然係比較強，覆蓋住南海大部分嘅地區，不利熱帶氣旋發展。但係部分嘅電腦亦都預料南支槽會打擊副高，令佢向東退，所以呢個系統嘅強度係可以有好大嘅變數。而目前主流認為有較細嘅機會可以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以上嘅級別。跟住同大家講下香港未來嘅天氣，無論91W 可唔可以成為熱帶氣旋，低壓槽仍然係會為香港帶嚟唔穩定嘅天氣，尤其係星期三至星期四，香港係會有幾陣狂風雷暴，雨勢頗大，更加有可能出現暴雨。大家到時就記住帶齊雨具出門口啦。最後提醒下大家，近幾日有唔少嘅傳媒同埋 YouTuber 都報道香港會打風，更加引述 GFS 嘅電腦模型預測，指香港會受到風暴嘅近距離吹襲。但係 GFS 往往都係對熱帶氣旋嘅增強幅度比較進取，而過往亦都多次預報失準。更何況當時引述嘅係長達2個星期嘅長期預報，誤差嘅範圍係極大嘅。大家千祈唔好盡信媒體嘅報導，要多啲參考唔同嘅預報啊！以下就係今次天氣加風暴速報嘅總結。現時位於南海中部嘅熱帶擾動 91W 喺未來幾日有機會逐漸增強，但係佢增強至熱帶低氣壓嘅機率仍然係唔高嘅。佢有機會會拼入低壓槽，並且為華南沿岸帶嚟唔穩定嘅天氣。喺冷暖天氣交聚下，本港星期三至四雨勢頗大，有幾陣狂風雷暴。市民出門口之前要記住留意最新嘅天氣情況，帶定雨具出門口啦。今次嘅風暴速報就到此為止。臨走前記住撳返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 HKTWC 香港颱風預警中心。我哋會同大家密切留意住香港嘅天氣情況，同埋西北太平洋嘅低壓活動情況。有最新嘅消息，再會同大家以貼文或者影片嘅方式發布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